盧克索西岸嘅庫爾恩山，外形神似一座天然嘅金字塔。講到埃及法老嘅長眠之地，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第一個畫面，通常都係高聳入雲嘅吉薩金字塔。但係去到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大約公元前16世紀開始，班法老做咗一個重大決定，就係唔再起金字塔啦。點解？因為金字塔咁招搖，直情好似同全天下嘅盜墓賊大嗌緊：喂！我超有錢啊！啲寶物全部埋晒喺呢度，快啲嚟偷啦！為咗自己嘅財產同靈魂安全着想，法老們決定保持低調，將目光投向咗呢片荒涼嘅石灰岩山谷。揀呢度其實有兩個好精準嘅風水同工程考量。第一，山谷最高嘅山峰庫爾恩山個樣生得好似一座天然金字塔咁，直情幫法老慳返大量人工同建築成本。第二，呢度遠離尼羅河嘅泛濫區，加上天氣夠晒乾燥，簡直係保存木乃伊同壁畫嘅天然溫室。KV6 咧係屬於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第20王朝大名鼎鼎嘅拉美西斯九世嘅陵墓。拉美西斯九世在位成18年咁長，但唔知咩原因呢座陵墓喺佢死之前都未起完。你行到墓室內部咧，就會發現越往入走，牆上嘅裝飾同埋雕刻就越粗糙，有啲甚至只係得返啲草稿線條。雖然冇完工，但係前半段已完成嘅壁畫極具觀賞價值，入面包含咗洞穴之書、死亡之書同埋白晝之書，展現出非常獨特嘅宇宙觀同埋法老靈魂嘅夜間旅行。KV6 其實從古羅馬同拜占庭時期開始就已經係處於開放參觀嘅狀態。現場你會見到陵墓牆壁上面留低咗好多當年班古代遊客用拉丁文同希臘文寫嘅到此一遊塗鴉。咁接住落嚟咧，呢個 KV9 係去到帝王谷絕對不能錯過嘅網紅級墓穴。呢度最特別嘅地方係佢同時屬於第20王朝嘅兩位法老拉美西斯5世同埋拉美西斯6世。不過歷史上大家通常叫佢做拉美西斯6世之墓。陵墓係從拉美西斯5世開始建造，但係佢死咗冇幾耐，繼位係佢阿叔拉美西斯6世，就非常之慳家，將呢個起咗一半嘅陵墓全盤接手，仲將佢擴建同埋完工，最後兩叔侄一齊葬喺呢度。去到新王國時期末期，盜墓猖獗，法老入土大約20年，陵墓就已經被盜墓賊洗劫一空，珍寶被掠奪，連木乃伊都受到嚴重破壞。為保護皇室尊嚴，當時嘅祭司們決定將多位法老嘅木乃伊秘密集中埋一齊，轉移去阿蒙霍特普2世嘅陵墓，編號 KV35，入邊藏好，一藏就幾千年，直到1898年，法國考古學家 Victor Loret 喺 KV35 發現咗呢批法老嘅遺骸，隨後將佢哋送往開羅。不過講到最傳奇嘅係 KV9 竟然無意中變成咗圖坦卡門墓穴嘅擋箭牌。點解咁講？因為當年 KV9 修墓嘅工人將刮出嚟嘅廢石泥土同埋臨時搭建嘅工棚，好順手咁堆晒喺隔籬圖坦卡門墓 KV62嘅入口上面。結果呢個歷史嘅巧合，將圖坦卡門同佢5000幾件黃金寶藏足足遮咗3000年，一直都冇俾盜墓賊發現。拉美西斯6世如果泉下有知，知道自己無端端幫人哋做咗幾千年嘅免費防盜，自己仲要被偷到棺材都爛埋，估計佢個表情都應該幾複雜下。KV9 之所以咁出名，係因為入邊啲壁畫同埋色彩保存得極度完好，特別係主墓室天花板上面畫咗一幅巨大嘅天空女神魯特。幅壁畫咧描繪緊佢每日傍晚吞下太陽喺體內孕育，然後喺第二日清晨重新生出太陽嘅宇宙循環。接住落嚟，我哋去睇 KV11，呢個陵墓屬於第20王朝最偉大嘅法老拉美西斯3世 Ramses III。話說呢度一開始係由拉美西斯3世佢老豆塞特納克特
法老塞納地開挖嘅，點知挖到一半，工程隊竟然一下挖穿咗隔離法老 KV10 阿蒙麥西斯 Amenmes 個墓頂。呢種尷尬程度就好似你裝修新屋，點知師傅一炮轟落去，監生將樓下個天花板打穿咗一樣。哇！喺古埃及挖穿人哋個墓，直情係10級嚴重嘅褻瀆行為啊！工程隊阿頭望住個大窿，心諗死啦，今次真係芭比 Q 啦，嚇到即刻停工。呢個墓亦因此爛尾而荒廢咗。後來拉美西斯3世繼位，決定重啟項目繼續挖。但係為咗要兜過隔籬個鄰居，佢唯有監生將條墓道改咗個方向，結果就形成咗依家帝王谷入邊極之罕見嘅拐彎墓道啦。隨住墓道越行越深，兩邊嘅壁畫亦都開始進入咗門之書 Book of Gates 嘅世界。佢將法老死後要經歷嘅黑夜12小時，想象成12道由巨大毒蛇同埋生咗翼嘅怪物看守嘅機關大門。咁到底法老要點樣通關呢？唔使同班怪物打鬥。過程就好似玩密室逃脫一樣，法老必須要記住每一道門守門怪物嘅真名同密碼。行到去門口嗰陣，大聲嗌出怪物個名。喂，嗰隻生咗對翼嘅蛇，我知你個名叫小美啊！快啲開門啊！咁樣道門先會打開，怪物聽完就會乖乖讓路。所以話呢，法老出得嚟行，多讀書真係好重要。萬一阿法老當年上課瞓着咗，記錯咗密碼，咁喺第一道門就玩完啦。講到拉美西斯3世，如果淨係講佢裝修鑿穿隔離屋就太小兒科啦。佢最精彩、最峰迴路轉嘅故事，絕對係歷史上大名鼎鼎，堪稱古埃及版宮心計嘅後宮謀殺案 Harem Conspiracy。話說呢位法老晚年嘅時候，後宮有個叫蒂伊嘅妃子，為咗想捧自己個親生仔彭塔瓦爾上位做繼承人，竟然密謀造反。佢串通咗後宮嘅大內總管、御醫，甚至連巫師都收買咗，打算喺節日慶典嗰陣做低法老。呢場謀殺案喺歷史文獻上神秘咗幾千年，直到近代科學家幫拉美西斯3世尊木乃伊做 CT 掃描，先至發現驚天大秘密。原來佢喉嚨有一條好深嘅刀傷，直情氣管都割斷咗。兇手仲要驚佢唔死，連佢隻腳趾公都監生斬斷埋。法老雖然遇刺身亡，但長政變最後都係失敗咗。繼位嘅拉美西斯4世即刻執行大審判，將所有參與謀殺嘅30幾個人全部判死刑。而嗰個想搶皇位嘅王子彭塔瓦爾就被逼飲毒藥自殺。如果前面講嘅墓穴係普通版，咁呢個 KV17就係毫無爭議嘅帝王谷顏值天花板同埋考古界嘅終極藝術品。門票要單獨買，是帝王谷中最貴其他墓穴嘅3倍價錢。只要你入到去呢，絕對會令你一秒忘記荷包嘅痛苦。呢度屬於第19王朝大名鼎鼎、手段極之強硬嘅法老塞提一世 Seti the First， 佢係著名嘅拉美西斯2世個老豆。順帶科普一下大家，拉美西斯2世同埋我哋啱啱提到嘅拉美西斯3世係完全冇親戚關係嘅，佢哋屬於唔同嘅王朝，時間相隔咗成個世紀。3世純粹係因為崇拜2世先至跟住改呢個名。講返 KV17，呢座墓係成個帝王谷最深、最大、壁畫最奢華嘅陵墓。佢唔似普通墓穴咁得一條直路，入邊有好多嘅走廊、階梯，甚至仲設計咗一個偽裝墓室嚟欺騙班盜墓賊。真正嘅墓室其實藏喺更深嘅地底。點知班盜墓賊精過鬼，佢哋行橋多過法老行路，一眼就睇穿呢一間係示範單位啦。於是，一錘打爆幅架牆，順住條隱藏通道繼續挖。結果塞提一世間真豪宅，最後依然難逃一劫，被偷到一乾二淨。喺歷史上，塞提一世成日俾佢嗰位活到90歲、起屋起到走火入魔嘅仔拉美西斯2世蓋過風頭，但事實上，塞提一世先至係第19王朝真正嘅奠基者同埋軍事天才。
話說當時埃及正處於內憂外患，塞提一世一上台就御駕親征周邊嗰啲唔聽話嘅國家，成功幫埃及收復咗大量失土，重振國威。佢唔單止打仗叻，搞內政一樣掂。依家大名鼎鼎嘅卡內克神廟大鑄廳，其實就係由佢開始建造。可以咁講，佢個仔拉美西斯二世可以日日過住富二代嘅生活，全靠老豆生前幫佢打落呢副咁堅固嘅家底。塞提一世生前追求極致，其他墓穴好多都只係用墨水畫上去嘅壁畫，但係 KV17牆上嘅每一尊神像、每一個象形文字，全部都係由工匠先精細咁雕刻出立體浮雕，然後再逐筆手工上色，直到今日入邊嘅色彩飽和度依然極高，簡直金碧輝煌，代表咗古埃及藝術嘅最高峰。呢個最深處嘅黃金墓室，天花板採用咗仿造天空弧度嘅拱形設計，上邊繪製咗極其壯觀嘅黃道十二宮與天文星象圖，底色係深邃嘅黑色同深藍色，上邊用咗耀眼嘅金色顏料，有拉住鎖鏈嘅大河馬，企喺度嘅生馬鱷魚，仲有揮雙刀嘅神秘男子，呢一在當時嘅建築學與天文學上都係奇蹟。其中一個側室，牆上面畫咗一幅極之罕見嘅天牛之書 Book of the Heavenly Cow， 亦叫滅絕人類之書，講述太陽神 Ra 開始變老，人類密謀想造反，憤怒嘅太陽神一氣之下派出由自己眼睛化身嘅姆斯神室赫默特 Sekhmet 下凡去懲罰人類，點知呢隻姆斯神殺紅咗眼，瘋狂大屠殺，差啲將全人類滅絕。太陽神見到咁搞落去唔係辦法，最後竟然諗到一個奇招，佢用咗大量石榴汁染紅咗嘅啤酒倒滿全地，姆斯神以為係血，將啲紅啤酒飲個精光，醉倒在地，就係咁樣，人類先至執返條命，免於滅絕。
行入 KV2，你會覺得成條通道又闊又平緩，完全唔使爬上爬落。兩邊牆上嘅壁畫排版整整齊齊，睇落去好似一幅巨型精美連環漫畫一樣。呢度屬於第20王朝嘅拉美西斯四世。KV2 喺考古界之所以咁出名，係因為當年喺呢一座墓嘅原始藍圖竟然完好無缺咁保存到今日，目前收藏喺意大利嘅杜林博物館。張圖紙清楚記錄咗墓室嘅尺寸，甚至連用嚟對齊嘅紅線都有埋，證明古埃及人一早就有極之嚴密嘅工程規劃。入邊嘅壁畫底色係純白，配上黑色線條，仲有耀眼嘅黃色同藍色，精美嘅死亡之書 Book of Death 同埋門之書 Book of Gates。主墓室天花板同樣畫咗巨大嘅天空女神魯特，保存得非常之好。主墓室中間嘅超級石棺大到有幾誇張，考古學家研究之後發現，佢嘅闊度係同 KV2條墓道走廊幾乎一樣闊，意味住當年嘅工匠將要將呢座幾十噸重嘅巨型石棺運入墓室嗰陣，兩邊只係剩翻幾公分嘅位，容錯率極低。石棺表面刻滿門之書同埋地球之書嘅浮雕，用嚟全方位保護法老嘅法身。雖然佢後來經歷咗古代盜墓賊嘅無情破壞，但整體外觀依然非常震撼。不過拉美西斯四世千算萬算都算唔到自己死後，呢間最近山谷入口嘅大別墅，因為地段太好，交通太方便，後來變成咗基督徒嘅臨時避難所。去到中世紀，好多隱修士貪呢度可以遮風擋雨，全部搬晒入嚟住。佢哋不單止喺牆上面刻咗基督教嘅十字架，甚至仲喺法老嘅墓室入邊生火煮飯。帝王谷附近有兩座喺路邊曬緊太陽嘅巨型石雕門龍巨像，呢兩尊巨像刻嘅根本就唔係門龍，而係拉美西斯二世嘅阿公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就好似你使咗一筆大錢喺自己門口整咗兩尊自己嘅靚仔雕像，點知幾百年後觀光客指住你尊像，大嗌第個阿茂個名。阿蒙霍特普三世喺冥界，如果收到風，知道自己無端端俾人改咗名叫門龍，估計會喺地府喊到失聲。咁到底點解會叫門龍呢？話說大約2000年前，呢度發生過一場大地震，將右邊呢尊巨像震裂咗。奇蹟發生啦！每當清晨太陽升起，微風吹過條裂縫嗰陣，呢座雕像就會發出一種類似嗡嗡嗡嘅奇妙喊聲。當時統治埃及嘅古希臘同古羅馬人一聽，哇，神蹟㗎！一定係門龍喺度對住佢媽咪黎明女神喊苦喊忽啊！聯想到希臘神話中特洛伊戰爭英勇陣亡嘅埃塞俄比亞國王門龍 Memnon。結果呢度變成咗2000年前嘅超級網紅打卡點。當時嘅羅馬皇帝、貴族，甚至連班詩人覺都唔瞓，天一光就跑嚟呢度排隊聽歌。可惜到咗公元200年左右，一位熱心嘅羅馬皇帝塞維魯覺得，哎呀，呢雕像爛成咁，真係慘，等我搵個泥水佬補下佢啦。之後大家都估到啦，雕像從此失聲，唔識再叫啦。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冇事，千祈唔好亂咁裝修啊！喺埃及旅行最治癒嘅一刻，莫過於挨晚嗰陣靜靜地坐喺尼羅河輪嘅甲板上邊，睇下尼羅河，睇下兩岸嘅樹。喺呢個時候叫杯嘢飲，聽住潺潺嘅流水聲，呢啲先至係人生㗎嘛。
احنا دلوقتي بكره هنخلص الايه وهم بقى بيبعتوا.正準備好好享受日落嗰陣，突然聽到 Hello my friend $1，原來係一班埃及兄弟一邊展現奧運選手級嘅划井技巧，追住架大河輪，一邊舉住啲傳統長袍同浴巾對住甲板瘋狂大嗌：大家唔好驚，唔係咩海盜，呢個係埃及獨一無二嘅尼羅河水上大賣場。係尼羅河輪旅程入邊最經典，亦都係最考驗遊客接球能力嘅奇觀。呢群埃及小販通常會聚集喺尼羅河嘅水閘附近，因為河輪排隊過水閘嗰陣速度極慢。對佢哋嚟講，呢個就係發家致富嘅黃金營業時間。佢哋會將啲台布或者長袍塞入個膠袋度，然後好似運動員咁，燒一聲將件貨由河面精準盲球掟上去4層樓高嘅甲板上面。呢種臂力，呢條拋物線，唔送佢哋去參加奧運標槍比賽，真係國家嘅損失。更神奇嘅係佢哋嘅交易機制，如果你唔要，你只需要將件衫擺返入袋，然後沿路車返落去。如果想買，大家就直接隔空大聲瘋狂斬價，成交之後呢，將美金塞入個膠袋，再掉返落小船。成個交易過程全靠信任同埋地心引力，冇碌卡機，冇收據。喺呢個被神話眷顧嘅國度，夕陽係浪漫嘅，而生活喺呢度嘅人卻係如此之鮮活、熱情，而且充滿生命力。呢場水上外賣大戰唔單止一啲都唔討厭，反之仲成為咗尼羅河上邊最熱鬧、最令人難忘嘅風景。如果大家下次嘅河輪正準備要過水閘，記得上去甲板好好練定你哋嘅接球技術啦。Ale, dat is je vrij. Kijk.
好啦，睇完個水閘，要落樓下 SPA，約咗埃及美女幫我做畫面。如果你中意今集呢個既浪漫又瘋狂嘅埃及河倫同埋帝王谷之旅，記得幫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想去埃及嘅朋友啊！下一集見。